相信咧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同埋港澳嘅朋友咧，喺各大平台咧都會睇到，華發商都附近，跟住咧就中式園林設計4化住宅。咁呢兩個樓盤咧，到底喺邊度咧？嗱，首先咧，如果你係香港嚟嘅，咁經港珠澳大橋一定係路過呢個人工島，然之後咧嚟到呢度係拱北口岸，咁再過嚟呢邊咧，轉右邊，直接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南灣。啱啱所講嘅呢兩個樓盤，咁喺呢兩個樓盤嘅附近咧，係呢一個位置呢度咧就係華發商都，華發商都嘅對面咧就係北山潮流街。咁喺我哋呢個位置，再開車大概咧都係5分鐘嘅時間咧，就可以去到咧就係華發天璽。咁大概咧喺呢個位置，你開車掉個頭8分鐘左右啦，就嚟到斜對面嘅南灣首府。我哋天璽咧，佢其實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硬傷㗎，你就咁睇就睇到啦。嗱，天璽咧，佢係非常之近我哋呢個珠海大道。咁呢條大道嘅話咧，係一條主幹道嚟嘅。呢個咧係佢一個缺點。第二個缺點咧就係天璽咧，佢本身咧係冇呢個客廳出陽台嘅。佢每一個戶型咧都幾乎咧都係呢種戶型，冇客廳出陽台，只有一個細個咧就係晾衫嘅一個陽台俾到你嚇。周邊咧都係自建房，仲有咧一啲未搬清嘅廠房。天璽呢邊咧一共咧係有5棟，嗱，睇唔睇到啊？咁佢而家咧賣緊嘅係4棟呢一邊。咁4棟呢邊嘅話咧，佢冇對住呢個馬路咧，就會冇咁嘈。但係你好難保嚇，因為佢周邊嘅話咧都係自建房，以後都係要拆遷嘅。目前賣緊嘅面積段咧就係102平方到114平方嘅3房同埋4房。嗱，咁佢呢個樓盤咧有啲咩優點咧？優點咧就係新型4化住宅，即係新規佈建嘅，實用率咧可以去到咧官方講嘅100%。但係咧，我自己本人咧去到現場睇到咧，就係95%左右啦。咁而且咧，佢會有啲咩咧？會有一個咧就係下沉式會所1500平方嘅，包括係有呢個健身室啦、瑜伽室啦，仲有咧就係呢個私宴會客廳，有呢個咖啡室啦，仲有咧就係恆溫泳池都係會有嘅。嗱，南灣首府呢邊咧，佢有啲咩缺點咧？最大嘅硬傷咧就係靠呢個珠海大道。咁珠海大道咧係好嘈嘅主幹道，咁其他仲有冇啲咩缺點咧？其實都已經係冇咩缺點㗎啦，因為南灣首府咧雖然佢唔係新規佈建嗰陣時去起，但係南灣首府咧一直以嚟咧都係實用率最高嘅。喺舊規嘅時候咧，佢都可以去到95%啦，咁南灣首府呢邊嘅話咧，佢會有啲別墅啦，有啲高層啦，呢邊係1期啊。2期嘅實用率咧就會更加之高啦，因為2期咧已經係去到咧就係呢個新規嘅佈建，所以嘅話咧2期嘅實用率咧可以係超110%嘅。而家目前賣緊嘅咧就係呢一個2梯6戶85平方到99平方，咁呢邊嘅話咧亦都喺度賣緊2梯4戶125平方到143平方。咁南灣首府咧係一個中式園林設計嘅一個嶺南風格嘅小區，你入到嚟咧係非常之靚仔嘅，亦都有咧3800平方嘅下沉式會所，亦都係包括有呢個健身室啦、瑜伽室啦，仲有私宴會客廳啦、泳池啦，仲有閱讀書吧啦。咁你住喺呢度咧，其實好方便嘅。因為咧你一出門口咧就可以搭巴士去到華發商都。如果你唔係去華發商都，返去香港、澳門，直接咧搭呢個港澳直通巴咧都可以去到香港。咁返澳門嘅話咧，搭巴士都 OK 㗎啦。自己開車嘅話仲好，因為你一出嚟咧，呢度一條直路跟住再轉右就可以去到咧我哋嘅金琴快線，一條直路咧直接去到咧我哋嘅港珠澳嘅呢個延長線。咁呢度咧而家賣緊咧個價位咧係比對面嘅天璽咧係貴些少嘅，係255,500蚊起。因為點解會賣得貴？首先係佢實用率係高啲嘅，第二個咧就係會所又大啲，咁第三個咧就係中式園林設計，第四個咧就係佢嘅天然資源有山有水，係嘛？喺節目最後咧俾大家一個建議，如果咧你覺得咧嚟到珠海睇樓，覺得啲樓咧幾百萬，買唔落手都唔知佢係點樣嘅，居住嘅舒適度係點咧？管理又點咧？你可以考慮一下咧，直接租房住。因為南灣首府咧而家咧1期咧已經放咗有啲盤出嚟㗎啦，
咁啊你直接咧可以幾千蚊租套樓啊，先體驗一下，然之後咧再上車。咁你會感覺到呢個小區得唔得啊？佢個管理得唔得啊？係咪？即係少少嘅投入，成本冇咁大啊嘛。住幾個月，跟住之後先至考慮係咪真係要買樓啊？係咪？咁主播咧今期嘅節目咧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咧對於珠海買樓唔知邊個樓盤咧係好嘅，有啲咩優缺點嘅，嗱主播呢邊咧準備咗一份珠海買房攻略。仲有咧一手樓嘅呢啲樓盤優缺點。如果你想租樓嘅話咧，我呢邊咧亦都準備咗咧，就係呢啲租樓嘅一啲表格俾你，即係比較筍嘅、比較好嘅小區。咁大家咧記得點擊屏幕產品問我攞資料啦。